原子的故事第二回。每一顆原子都是一個持續震動的能量體，在其核心之中蘊藏着完整的資料庫、記憶單元與自主意識。神創造了不同批次的原子群體，每個原子的資料庫都儲存着與同批次所有其他原子相關的資料，這意味着一個原子的知識未必包含其他批次原子的資訊。而我們熟知的化學元素週期表所記載的正是我們所屬的這一批次的主要原子群。原子既可與鄰近的原子直接接觸交流，也能透過光及其他電磁輻射，與無法直接接觸的原子隔空、遠距離溝通。光及所有電磁輻射皆統稱為光子，它們是資訊的載體，各自承載着不同的指令或資料。關鍵在於，所有同批次的光速都是恆定的，若非如此，溝通就會失靈，如同雞同鴨講。當原子接收到光子攜帶的信息，便會據此啟動相應的能量活動。這些信息可能包含寄件者的身份資料、特定請求或先前詢問的答覆。原子在接收後會進行評估，並自主決定如何回應。例如，若信息是一條升溫指令，接收到指令的原子可以自主決定是否執行，以及將自身的振動活動增強到何種程度。也就是說，這裏傳遞的並非熱能本身，而是編碼的指令信息。振動的關鍵參數包括振幅、強度、頻率、特性、振動模式數、複雜度、相位、關係、壽命、持久度，以及非諧性、個性。原子能量體具有滲透的能力，這意味着它們可以在不喪失自身獨立性的前提下，將自己的能量場域延伸並融入其他原子的場域。這種滲透可以是輕微的試探，也可以是廣泛的交融。滲透正是鄰近原子得以進行接觸與深層交流的物理機制。通過能量的滲透，原子能夠從彼此場域互動的振動特性中，辨識對方的身份，讀取所攜信息，感知其內在意向，從而啟動能量的協調與同步過程。例如，不同溫度的鄰近原子，其振動狀態各異。通過滲透，它們可以互相感知並調整，最終達成振動狀態的協調與同步。這便是熱能直接傳遞的本質方式。或者透過更深層的滲透與信息交換，它們可以啟動鍵合程序，這便表現為我們所知的化學反應。原子的更多故事，且聽下回分解。謝謝。